Hello，大家好啊！歡迎收睇今期嘅阿東中山珠海實地考察頻道嚇。咁我係主持人阿周。今日咧我就嚟到咗珠海嘅一個華發天璽呢個屋苑啦。咁呢個屋苑咧喺舊年嘅9月30號咧就開始開售啦。咁到而家嘅一個熱度咧都係高基不下嘅。咁啊呢個屋苑嘅一個最大競爭對手咧就係正方南灣首府。確實咧呢個屋苑上市到而家咧確實都係將正方南灣首府嘅一個銷量又好啊，同埋價錢都好啊，都有好大嘅衝擊嘅嚇。咁呢個屋苑整體嘅一個佈局咧係佔地面積咧係有2.48萬平方米嘅，咁建築面積咧係9.25萬平方米嚇。咁佢嘅一個容積率咧就係2.5%，綠化率咧就係35%嚇。咁整個項目咧佢係有5座樓嘅，咁其中咧就係一座係比較低樓層嘅18層，咁其他4座咧基本上就係30層左右嘅。咁咧整個項目咧就有554伙嚇，咁車位配比咧就係1:0.9，同嗰個正方南灣首府好翻少少，嗰邊咧1:0.8嚇。咁呢個屋苑佢嘅一個戶型佈局係一個類似一個風車式嘅一個戶型錯落式嘅一個佈局嚟，就係通風採光嘅一個效果會做得比較好。但係當然咧5座嗰邊咧係因為係2梯5伙嘅，咁嗰邊係差翻少少。咁其他座數嘅一個採光通風仲係做得比較唔錯嘅。咁再講翻就係佢而家賣緊嘅一個貨量情況係點樣嘅咧？嗱，5座咧係舊年嘅一個9月30號咧就開始開賣㗎啦。咁嗰邊咧就剩翻一套14樓嘅嚇，咁係01戶型嘅。咁一座咧就剩翻一套即係頂樓，剩翻一套頂樓都係嗰個01戶型嘅。咁呢兩座基本上就冇貨啦嚇。咁最新加推出嚟咧就係4座，但係4座咧而家剩翻嘅貨量都唔係話特別多啦，嚇。咁基本上就係啲低樓層同埋咧個別嘅一個03同埋02、01嘅一個高樓層，04基本上高樓層冇啦。咁再講翻就係喺今個月嘅一個月底咧，或者係下個月初咧就會加推呢個2座嚇。而家賣緊嘅4座有一個好處就係佢離呢個珠海大道咧會比較遠翻少少。如果話中意呢個地段咧，又唔想話咁嘈嘅一個噪音咧，可以睇翻呢個第4座。而且咧第4座戶型格局咧係同5座嘅戶型格局其實係一樣噶嘛。但係咧佢嘅一個生活露台嗰個位置咧，第4座基本上咧係有採光嘅。咁第5座嘅嗰個99平方係冇採光嘅，生活露台嗰個位置嚇。再講翻就係呢個屋苑點解會賣得咁好咧嚇？咁第一個咧就係呢個係一個華發開發嘅樓盤啦。咁實力上咧係毋庸置疑啦，咁佢嘅一個物業咧都係做得比較好嘅，而且佢嘅一個交樓標準喺市區嘅一個交樓質素咧都比較唔錯嚇。再講翻呢個地段咧，其實係同嗰個正方南灣首府都係差唔到幾多，但係佢一個交通方面咧，其實係比較唔錯嘅。往西走咧，去翻斗門金灣比較方便；往東走咧就去翻珠海嘅一個老城區啦，咁嗰邊咧會比較多商業化啲氛圍啦嚇。喺呢個位置翻港珠澳大橋啦，或者係拱北口岸啦，都比較近嘅嚇。再講翻就係呢個屋苑咧，佢係一個第4代嘅一個新梯佈建嘅產品啦。咁佢嘅一個實用得房率咧都做得比較唔錯啊。咁咧係有100%以上到110%嚇。再講翻就係呢個屋苑咧都係帶咗一個下沉式嘅會所咧，入邊有呢個恆溫泳池咧健身房同埋呢個食客。同大家詳細講下嚇呢個4座嘅一個戶型格局係點樣嘅。03、04咧，咁就係呢個99平方嘅，即係我哋一陣會去到99平方嘅嗰個戶型格局嘅嚇。03咧係多咗間房嘅4房嚇。04咧就基本上一樣噶啦。03就多咗間房。講翻就係01、02咧，就係我哋一陣會去到睇翻嘅一個110平方嘅嚇。01咧就少咗間房嘅。呢兩個戶型咧都係南北對流嚟嘅嚇。呢兩個戶都係南北對流嚟嘅。02咧就基本上一樣噶啦。01咧就係102平方嘅嚇。OK 啦，我哋就係樣板房同大家介紹下。OK，而家咧就嚟到咗呢個5座嘅一個示範單位呢邊，因為咧4座咧係冇做呢個示範單位嘅，咁我哋所以咧就只可以嚟到5座呢邊咧睇翻呢邊嘅一個示範單位嚇。呢邊嘅一個質素嘅戶型格局咧，其實咧同4座嘅差唔到幾多嘅，只不過咧就面積差翻少少嚇。我哋首先咧睇翻呢邊嘅一個3房嘅一個飛機戶型啦嚇。呢個戶型咧係99平方嘅99平方。4座咧係03同埋04咧都係呢個戶型格局嘅，但係咧03嘅呢個戶型格局咧
係會多一間房嘅，係多一間房，咁咧係113平方嘅，咁咧04就基本上同呢個一樣嘅嚇，04戶型，咁4座04戶型基本上同呢個一樣。咁入門口嘅一個左手邊咧企呢邊呢個鞋櫃嘅位置同埋呢個對講機同埋呢個智能化嘅一個系統咧係一個交樓標準嚟嘅。咁企開發商宣稱咧呢個智能化嘅一個系統咧係一個成本比較高嘅咁係用咗華為呢一個智能系統啦。咁咧佢有呢個回家模式咧、歸光模式咧，仲有呢啲娛樂模式、會客廳模式仲有下邊仲有開空調呢啲淨水器、熱水器呢啲，仲有燈光呢啲仲有咧一個比較實用嘅就係佢可以喺呢個位置咧呼叫呢個電梯，咁係可以提前呼叫好電梯咁再出去咁樣就唔需要話過多等待嘅一個時間咁呢邊呢個鞋櫃嘅位置咧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嚟嘅咁呢邊咧就係開發商宣稱嘅就係一個即係一個百寶箱咧咁樣嘅情況咧入邊可以擺啲其他雜物平時一個即係嗰啲行李箱可以擺呢個位置啦咁呢邊咧就係一個真真正正嘅一個放鞋嘅位置咁呢邊咧可以推拉出嚟嘅咁 OK。咁睇翻入門口嘅一個右手邊右手邊咧係有第一間房咁呢間房其實入邊嘅空間唔算話特別大，只有6個幾平方7個平方左右啦咁入邊空間咧其實係只可以按照一個咧即係定制式嘅一個床咁樣搭配翻呢邊嘅一個設計咧，先可以做到比較合理嘅一個擺佈啦咁樣咁04即係4座咧嘅04單位咧，就同呢個戶型格局係一樣嘅咁呢邊呢個朝向咧就朝東向嘅4座咁呢邊咧係望翻，即係4座咧呢個位置咧係望翻自己小區嘅一個現龍景嘅實體樓嗰邊就朝東向望翻自己一個現龍景咁我哋再延伸過嚟呢邊再延伸過嚟呢邊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生活露台，咁5座呢邊咧佢呢個生活露台咧對出去咧就係一個天井位嚟嘅。咁通風採光基本上係冇嘅，咁而家賣緊嘅一個即係4座咧04單位呢個積數咧，佢對出去咧係一個有採光嘅一個生活露台嚟嘅，所以話咧04單位咧係賣得比較火爆嘅，剩翻都係低樓層嚟嘅，咁呢邊係可以晾衫嘅可以晾衫咁我哋再延伸出嚟睇翻呢邊嘅一個格局係點樣？呢邊咧可以感受到咧佢係採用一個即係採光感比較好嘅一個 LDKG 一體化嘅空間啦。呢邊係餐廳廚房同埋呢邊嘅客廳但係咧佢係封咗陽台嘅，佢呢邊咧係冇主露台嘅，係封咗嘅。因為咧咩原因前面就係一個珠海大道嘅，咁佢呢邊噪音咧特別係前面呢一派5座、1座、2座嘅。佢係好明顯嘅一個車流聲有噪音嘅咁而家咧佢係採用咗呢個YKK 嘅一個窗咧，咁其實隔音效果仲係比較唔錯嘅。咁而家其實咧喺呢個位置感受到唔係特別嘅明顯，如果推開咧就好明顯啦，咁呢個開間咧佢係做咗一個雲廳嘅設計啦咁呢個開間就有差唔多係6米嘅一個開間啦，呢個闊度嘅開間差唔多6米OK， 我哋再延伸過嚟睇翻呢邊嘅一個洗手間同埋呢邊嘅房嘅位置。咁呢邊嘅洗手間嘅位置咧，其實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洗手間啦，3段式嘅。咁呢個咧係做得比較好嘅咁係有咁大一個洗手盆啦咁兩邊仲有咁大嘅空間咁鏡櫃都有咁大。咁再延伸入嚟咧就係馬桶嘅位置咧，企缸位嘅位置。咁呢邊嘅一個企缸位嘅位置咧呢個企缸位嘅位置就4座而家賣緊嘅，會有一個好處就係企呢邊對出去咧都係一個生活露台，但係咧呢個生活露台係有採光嘅，即係採光可能就比較一般，但係咧起碼通風會比5座嘅會要好即係呢個窗通風係唔錯嘅OK 啦，我哋再延伸出嚟睇翻呢邊嘅一個情況啦咁呢邊咧就係第2間房啦。呢間房咧入邊空間大概係8點幾個平方，如果加埋呢個飄台位咧就係9個平方，咁入邊咧其實擺個5尺床咧，其實就整翻一個床頭櫃係冇問題嘅。如果2個床頭櫃有少少逼咗咁呢邊嘅一個朝向咧一樣係朝南向嘅咁同嗰個主人房咧同埋嗰個廳嘅一個朝向景觀係一樣嘅OK， 我哋再延伸過嚟睇翻呢邊嘅一個廚房先咁廚房嘅位置咧其實就對於呢個積數嚟講，只可以話比較一般因為咧
開發商宣稱嘅100%嘅一個實用率咧，我覺得做得比較一般。我個人認為唔係話特別闊落因為咧其實4代住宅100%嘅實用率冇其他中山嘅一個4代住宅嗰啲實用率咁驚豔咁入邊嘅一個交樓標準其實係唔錯嘅咁都係採用咗當下比較流行嘅一個摺疊式嘅一個推拉門啦摺疊式嘅一個推拉門咁咧。佢係可以拉翻咁要打開咧，咁就一個通透性會比較好啲咁如果自己即係炒餸咧，咁拉埋咁樣就即係嗰啲油煙唔會話飛出外邊去咁同大家講翻就係佢嘅一個交樓標準咧係有呢個量霸嘅有呢個量霸嘅咁同其他啲樓盤有啲唔同咁第二個就講翻佢嘅一個交樓標準，仲有呢個。佢呢個位置咧有一個淨水器嘅淨水器同埋咧佢有一個洗碗機咁用到嘅一啲材料其實咧因為咧呢個樓盤好大嘅一個競爭對手就係正方南灣首府咁如果對比翻正方南灣首府99平方企嘅入邊廚房嘅一個用料咧，我覺得佢嘅設計啦都好其實係會比嗰邊會好翻少少咁呢個抽油煙機同埋呢個煤氣爐品牌，基本上廚房嘅一個收納櫃其實係比較好睇翻少少，因為咧佢係採用咗呢種拉絲嘅一個面嚟嘅咁同埋咧佢嘅一個操作材咧都偏深色翻少少，呢種咧就睇起身會即係比較襟睇啲襟邋遢啲呢種咁 OK 啦，我哋再睇翻主人房嘅一個情況啦咁主人房嘅一個位置就係比較舒適翻少少，點解咧？因為佢係採用咗一個270度嘅一個曲桌面嘅咁佢呢個就肯定係視野同埋一個採光會做得會比較舒適咁入邊嘅空間咧大概係12.3個平方入邊嘅空間咁可以放個5尺床6尺床完全冇問題，2個床頭櫃嘅位置咁再延伸過嚟睇翻呢邊廚房同埋一個呢邊嘅位置咧就係衣櫃嘅，咁呢個咧係一個飄台位嚟嘅飄台位嚟嘅呢個。咁佢係利用翻咗呢個飄台位，好似嗰個正方南灣首府咁樣利用翻呢個飄台位，咁做翻呢啲衣櫃嘅位置啦咁呢個位置其實如果唔要嘅情況下咧即係唔利用翻呢個窗咧，其實仲可以做一個衣櫃嘅咁我哋再延伸過嚟睇翻呢邊嘅一個洗手間嘅空間點樣？洗手空間完全係冇問題但係咧就唔算話特別闊落咯咁就比嗰個公共洗手間嗰個開間要闊啲開間要闊啲咁企缸位咧就反而我覺得逼咗少少有冇發覺企缸位反而就逼咗少少OK 咁一樣咧都係有個窗㗎咁好啦，呢個單位咧04單位嘅而家嘅價錢咧就係23,000蚊左右23,000蚊左右感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後台私信我哋咁呢個戶型咧我哋會整係4萬蚊嘅OK 啦，我點評一下呢個戶型啦。如果放喺5棟呢邊咧，我覺得就差翻少少因為咧佢始終就一個生活露台係唔可以採光嘅，但係4座咧佢有個好處就係佢嘅生活露台可以採光，但就可以晾埋衫啦咁呢個係一個好處嚟嘅咁第二個就係講翻就係佢嘅一個實用率咧我覺得算係 OK， 但係唔係話特別驚豔咯，因為咧佢入門口嘅一間房唔係特別嘅一個闊落唔係特別嘅闊落，就係呢間房唔係特別嘅闊落。我覺得呢個價位對比正方南灣首府咁我覺得仲係有性價比嘅但係始終都係兩種產品嚟嘅咁 OK 啦，我哋再睇下112平方嘅戶型格局咁呢個積數咧03單位其實即係4座03單位咧。都有呢個積數嘅咁都有呢個積數，但係咧03單位嗰個戶型格局咧就多咗間房嘅，一樣咧企嗰邊咧就係即係嗰個生活露台一樣可以採光嘅生活露台一樣可以採光咁而家咧我哋再睇翻112平方嘅一個交樓標準咁交樓標準基本上同一樣㗎啦咁呢個112平方咧係一個南北對流4房嘅一個格局嚟嘅咁4座賣緊嘅咧01、02咧都係呢個112平方呢個格局南北對流嘅，咁咧01就細翻少少102平方嘅咁睇翻呢邊嘅一個入門口嘅右手邊咧佢會有一個即係相當於一個生活露台嘅位置咯咁喺呢個位置可以做一個家政室擺埋洗衣機晾埋衫咁樣嘅情況啦咁呢個係交樓標準嚟嘅入門口即係入門口嘅左手邊咧就呢個櫃咧係有嘅同埋咧嗰個智能化嘅一個系統咧華為嘅一個智能化系統都係有嘅咁再延伸過嚟睇翻呢邊係有一間房
呢間房咧就入邊空間唔算話特別大嚇，呢個位置咧帶埋呢度咧大概係3米，帶埋呢個飄台位嘅位置大概3米咁即係6個平方左右。入邊嘅空間唔算話特別嘅闊落。咁如果話4座01、02嘅單位咧，01、02嘅單位，如果呢間房咧佢嘅朝向咧就係朝北邊嘅。OK， 我哋再延伸過嚟睇翻呢邊嘅一個公共洗手間嚇。咁呢個咧都係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洗手間3段式嘅。咁呢邊嘅一個交樓標準其實嘅一個質素咧，其實都唔算話特別差嚇，唔算話特別差。咁OK，再延伸過嚟呢邊嘅一個馬桶嘅位置，唔係智能馬桶嚟嘅嚇，比較普通啲嘅嚇。咁再入嚟咧就係一個企缸位嘅位置啊。呢個企缸位咧，我覺得就比較闊落翻少少，因為其實首先咧有個飄台位嚇，有個飄台位咁其實闊度都冇問題嘅嚇。咁仲有呢個窗咧都算係通風採光係冇問題嚇，但係平時就沖涼就肯定要咩咧？拉埋嗰個窗簾啦嚇。咁景觀係冇咩景觀啦，對出氣係另外一戶嚟嘅嚇。咁再延伸過嚟咧，就係一個優樂 KG 一體化嘅空間啦。呢邊嘅一個採光嘅一個窗咧，其實係同99平方嗰個差唔多幾多嚇。但係呢邊就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呢兩邊咧會有少少壓抑嚇，因為咧兩邊有樓擋咗，嚇。咁呢個單位咧01、02咧就係呢個積數嚟㗎啦。咁4座嘅嚇。咁始終咧佢有一個角落頭咧係會擋咗一面景嘅。睇翻就係呢邊嘅一個廚房嘅情況啦嚇。呢個廚房咧，我覺得就唔算話特別嘅闊落，112平方嚇，我覺得唔算話特別闊落但係咧佢呢邊嘅一個位置咧，佢就多咗一個入邊嘅空間就會比99平方咧多咗一個擺雪櫃嘅位置嚇。呢個位置其實可以擺一個雙開門嘅雪櫃啦嚇，雙開門嘅雪櫃。咁其實呢邊嘅一個交樓標準就係同頭先講嘅差唔多幾多嚇。咁呢邊咧就有個窗嚇，呢個窗就冇咩遮擋㗎啦，呢個窗嚇。咁呢個操作台中島台咧係有嘅嚇。咁再講翻就係呢邊嘅一個飯廳嘅位置。咁呢個飯廳其實係擺個4道老人台完全冇問題，或者係擺個圓台細翻少少嘅嚇。咁呢邊咧整埋呢個餐邊櫃啦嚇。咁呢邊嘅朝向就係朝北邊嘅嚇，朝北邊嘅。咁實體樓亦都係朝北邊嘅嚇。咁有個飄台位啦，如果話唔要嗰個窗咧，就可以做翻少少嗰啲櫃啦嚇。咁我哋再延伸過嚟睇翻第二間房嚇，第二間房啫，入邊空間咧大概係8個平方。呢間房就入邊空間就同頭先嗰個99平方咧第二間房嘅空間差唔多幾多嚇。呢間房咧比較方方正正嘅，而且咧呢間房嘅一個朝向咧都係朝南向嘅，實體樓都係朝南向，只不過咧就一個係01咧就係西南，02咧就係正南咁樣嘅情況嚇。咁入邊嘅一個景觀咧就冇咩好講噶啦嚇。咁基本上咧就係要麼就睇內，要麼就睇外邊其他啲居民房咁樣嘅情況嚇。咁我哋再睇翻第3間房嚇，呢間房咧就同頭先嗰間房細咗少少嚇，入邊空間大概都係7個幾平方嚇，7個幾平方。咁呢邊朝向係朝北邊嚇，實體樓嗰邊。咁佢都係咧要麼就睇嗰個園林景，要麼咧睇外邊嗰個居民房嘅嚇。OK， 我哋再延伸過嚟睇翻主人房嘅情況。咁呢邊主人房嘅情況咧就係其實一樣嘅設計咧，都係一個曲桌面嘅一個設計啦嚇。咁呢個咧就通風採光視野咧都會做得會比較好啲嘅嚇。咁入邊空間咧大概有13-14個平方，都算係做得比較唔錯嘅嚇。咁係始終112平方做咗4個房嚇。咁而且咧就有2間房都算係做得比較唔錯嘅嚇。咁 OK 啦，呢個位置咧仲可以做一個衣帽間嚇，就係呢個位置其實可以做一個衣櫃啦嚇。咁呢個位置做一個梳妝台啦OK， 咁我哋再睇翻呢邊嘅一個主人房嘅一個洗手間位置。呢個主人房洗手間咧其實都冇問題嘅呢個主人房洗手間冇問題，入邊空間都算闊落翻嚇。咁企缸位都冇問題OK。咁同大家講翻就係因為咧01嘅一個單位咧就102平方嘅，但係咧都係一個南北對流嘅格局。但係咧就01就房同埋廳會細翻少少嚇。咁02咧就同呢個基本上一模一樣嘅啦。如果話對於呢個積數咧覺得就啱啱好嘅，咁減02嚇。如果覺得大咧就減01嚇。OK 啦，咁基本上咧所有嘅4座所有嘅戶型咧都同大家介紹完咗啦。咁同大家講翻實體樓係邊一座？喺呢個位置其實睇到4座嘅4座，即係呢邊前面咧就係一座嚇。咁中間呢個咧就係個3座，3座後邊咧4座嚇。可以睇到就係啦，
前面兩戶咧就係0304咁，就係99平方頭先嗰個質數嘅格局咧。後邊咧就係後邊兩戶咧就係嗰個0102112平方，呢就係呢個格局嘅。所以話就係佢嘅一個南向咧就睇我哋呢邊嘅，南向睇我哋呢邊。咁啊呢邊最邊上呢戶咧就係02嘅嚇，02嘅。咁啊隔離咧佢仲有一戶咧係01嘅嚇，01咁嗰個咧就係西南嘅。咁啊大概係咁樣嘅情況啦。咁如果話睇後邊咧就睇嗰啲居民樓噶啦。咁啊睇呢邊咧南向咧就係睇嗰個花園呢邊嚇。咁啊同埋咧嗰個黑白將軍山嗰邊嘅呢個戶型格局，我哋會賺4萬5蚊嚇。咁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後台私信我。咁啊所有戶型咧都同大家介紹完啦嚇。咁啊，同大家講翻就係喺入手呢個屋苑之前咧，一定要了解下呢個屋苑嘅一啲不利因素嚇。咁啊，其實最簡單嘅一個就係嗱，其實好明顯嘅，同嗰個正方南灣首富一樣啊。前面嗰個就正方南灣首富啊嘛。咁啊，門前咧大概同樓即係樓同嗰個路之間咧，只大概咧係40-50米嘅一個距離。咁啊呢邊咧就係珠海大道啦嚇。咁啊噪音咧好明顯嚇。咁啊唔會話真係即係越高咧嗰個噪音就會越細嚇。呢個都唔會嘅嚇，佢係反而咧高過咗呢個綠化帶之後咧，反而噪音咧係會特別之大嘅。咁啊，第二個講翻咧就係呢個屋苑其實嘅一個周邊環境咧，都唔係話十分之理想，因為咧隔離仲有呢邊嘅一個南屏，其他啲村咧到時要拆遷嘅，咁咧整體嘅一個週期要改善嘅週期時間咧都未確定係要幾耐嘅，所以話咧呢邊要考慮翻嘅一個情況係咪你想要嘅一個時用時貌嘅一個環境下。咁啊，再講翻就係呢個屋苑嘅一個交樓時間，都係要等到明年嘅年底左右時間啦，都要1年半嘅時間。咁呢段時間咧，始終都係好多人會擔心嘅一個心理上嘅一個壓力啦嚇，因為始終我俾咗錢，仲未可以支配呢層樓嘅一個情況啦嚇。咁啊，最後就講翻就係呢個屋苑咧，佢只有5座樓，至於其他啲小區有好多啲園林，同埋咧比較多嘅一個公共嘅一個活動空間啦嚇，因為佢嘅一個園林比較細嚇，咁只有一個會所嘅位置咧，基本上。咁啊，再講翻就係呢個樓盤嘅一個位置，就嚟於呢個珠海大道咧，佢呢個位置咧，早晚高峰期咧係會比較塞車嘅，特別而家呢個時間差唔多5點幾鐘啦，咁啊睇到車流量會特別之多嚇，咁啊大概就係咁樣情況啦。咁啊呢個屋苑咧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咧，可以聯繫我哋過嚟呢邊實地睇樓，我哋呢邊可以派嗰個中港車過去接你過嚟呢邊睇樓嚇。咁啊中港車咧唔係我哋派，唔係我哋出錢嘅，係樓盤出錢㗎嚇，唔需要話有壓力嚇。咁而家嘅一個樓市情況咧，一定要多對比嚇，同埋咧揾我哋買樓嚇。最大嘅優勢咧，我哋係有現金回贈，同埋咧我哋現金回贈咧就係即時落定咧，即時回贈。仲有咧，我哋會比較客觀咁同你分析翻每個樓盤嘅一個優缺點，根據你嘅情況咧，而係同你匹配翻一個樓盤嘅情況啦嚇。咁啊，今期節目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